事先聲明，喺錄製呢條片嘅時候，古古尼亞咧並未正式離開車路士，但係喺6月15號嘅早上，根據多間可靠媒體所指，皇家馬德里已經正式同車路士達成協議，將會以總數6000萬歐元，亦即係5170萬英鎊嘅轉會費，簽入西班牙左閘古古尼亞。呢一筆轉會費嘅結構咧係由5500萬歐元嘅固定首期，再加多500萬歐元嘅浮動條款而組成嘅。咁因為喺錄製以下內容嗰陣，古古尼亞係有多間豪門對佢產生興趣，咁所以我就分析咗唔同球隊簽入佢嘅機會。咁雖然而家古古尼亞已經正式宣布咗會加盟皇馬，咁但係喺片入面我都有講到皇家馬德里點解會想簽入古古尼亞，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細心留意下呢一條片。Bruco 時代少有嘅成功收購，亦都係我哋嘅世冠杯捧杯功臣。但細估唔到，經過咗一個失望嘅球季之後，今個夏天好快已經傳出咗古古尼亞對於離隊咧正式開咗綠燈，而家正正受到多間豪門注視。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今集嘅 Chelsea True Blue。相信各位車迷睇到呢個轉會消息，第一時間嘅反應都係搞錯啊！車路士搞邊科，連古古尼亞都要賣走。由加盟第一季開始被稱為水貨，差少少咧就被外借去曼聯。但睇到今時今日，古古尼亞咧已經用表現證明咗自己係英超最頂級嘅左閘之一，更加站穩咗西班牙國家隊嘅正選位置。咁所以我相信咧，連古古尼亞都唔會否認，佢而家咧正正係處於足球生涯嘅最高峰點。咁但問題就嚟啦，即將上任成為車路士領隊嘅沙比亞朗素喺過去幾個星期咧已經多次聯絡咗古古尼亞，佢講到明咧就好希望將古古尼亞留喺未來一季嘅陣容入面。咁既然有西班牙同鄉嘅極力挽留，點解古古尼亞依然會對離隊產生咗興趣呢？而車路士嘅高層又願唔願意喺今個夏天將佢出售呢？今集我就會同大家一齊探討一下古古尼亞希望轉會嘅原因，而車路士今個夏天賣走佢又係咪一個最好嘅時機呢？事不宜遲，我哋而家即刻去片。首先要明白古古尼亞點解會想走，我哋要追溯翻去今年嘅1月份，前教練馬利斯卡1月份咧同車路士分道揚鑣，就係古古尼亞心態轉變，萌生咗離隊念頭嘅導火線。大家都知道，古古尼亞喺馬利斯加麾下嗰18個月係踢得如魚得水，兩個人咧建立咗極之深厚嘅師徒關係。馬利斯加嘅離開令到古古尼亞咧對於高層嘅鐵血手段咧感到極之沮喪同埋失望。而喺3月份嘅國際賽期間，古古尼亞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親口承認，馬利斯加係佢喺史丹福橋合作過嘅6位教練當中最重要嘅一位。佢當時就講到，當一個領隊俾到一種信心佢，帶領球會贏得世冠杯嘅時候，建立咗一個咁深厚嘅關係，作為球員嘅佢，甚至乎係會為馬利斯加付出一切。而古古尼亞咧都好坦白咁講出，球會炒馬利斯加嘅決定，對於佢嚟講咧衝擊實在太過大。如果佢係高層的話，就絕對唔會做出呢一個決定。而更加致命嘅係，古古尼亞咧仲公開質疑咗球會嘅轉會政策。佢認為之前對住 PSG 嗰場嘅大敗，正正係球隊為咗陣容過度年輕、缺乏經驗而付出代價。古古尼亞咧好直接咁講到，佢明白呢一個係球會嘅方針，車路士想行呢一條路，簽後生仔同埋展望未來。咁但係對於一班仲喺度而且好想贏大賽冠軍嘅球員嚟講，呢啲時刻咧就令到佢哋好沮喪。佢認為車路士咧係有一班好好嘅核心球員喺度，咁但係如果想爭逐英超或者歐聯呢啲大賽錦標的話，一味只簽年輕球員，只會令到達成呢一啲目標咧變得更加困難。而對住 PSG 嗰場比賽，佢認為車路士正正係缺乏咗經歷過大風大浪嘅球員，咁所以佢就寄予球會必須要喺年輕同埋經驗兩個世界入面咧揾到一個平衡點。呢番說話一出，我哋可以見到作為喺 Bruco 入主之後第一批嘅收購，古古尼亞咧一早對於一味買後生仔，不斷換領隊嘅動盪狀況係感到唔滿意，而佢自己作為頂級球員，都會希望見到球會有穩定嘅發展。而適逢球會喺今個夏天咧強調會購買即食戰力嘅球員翻到嚟，咁係咪有機會說服到古古尼亞留隊呢？呢一點沙比亞朗素咧可能都係咁諗。沙比亞朗素喺過去幾個星期咧已經多次聯絡咗古古尼亞在內嘅多名車路士球員。呢位車路士嘅新任領隊非常之希望將古古尼亞咧留喺來季嘅陣容當中，但同一時間佢亦都清楚咁了解到球員係想尋找轉會嘅可能性。咁換言之，沙比亞朗素咧都有心理準備，呢一位西班牙國腳今個夏天咧係絕對有機會離開。咁可能大家都會質疑，沙比亞朗素過到嚟，古古尼亞留隊一齊爭取好成績唔係更加好咩？點解古古尼亞都會想離開車路士呢？的而且確，沙比亞朗素咧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咁但係如果睇清楚客觀條件的話，其實係絕對可以理解點解古古尼亞會想走。古古尼亞咧下個月就已經28歲，作為一位球員嚟講，呢一個歲數咧可以話係職業生涯嘅黃金時期。
而佢自己喺呢2-3年嘅發揮咧都處於職業生涯嘅高峰。咁但係偏偏車路士喺呢一個時候又再一次面臨重整期，仲要喺嚟緊1年連最高質素嘅歐聯賽事都冇得參與。而睇翻而家對佢有興趣嘅球隊，全部都係歐聯級別嘅豪門。換轉係你的話，你又會點揀呢？根據 The Athletic 所指，西甲3隊豪門咧都對古古尼亞顯示出興趣。巴塞隆拿方面，佢哋嘅體育總監迪高已經聯絡咗古古尼亞嘅經理人團隊，因為佢同費力克咧都非常之欣賞古古尼亞嘅能力。而古古尼亞作為拉馬西亞嘅青訓產品，自己當然就非常之歡迎翻到巴塞隆拿啦。早喺今年3月份被問到有冇可能重返巴塞隆拿嘅時候，佢自己都承認咗重返巴塞隆拿咧係一件好難拒絕嘅事。咁不過咧，雖然巴塞隆拿確實對佢有興趣，咁但係想簽入古古尼亞的話，佢哋始終都需要解決錢嘅問題。巴塞隆拿今個夏天咧將轉會重心放喺前場方面，早前咧已經花咗8000萬歐元嘅價錢去簽入英格蘭嘅國腳哥頓，而佢哋咧都追求緊阿根廷嘅前鋒艾華利斯，以取代今個夏天離咗隊嘅利雲道夫斯基。要簽入艾華利斯對於巴塞隆拿嚟講咧係一啲都唔容易。馬體會早前咧已經拒絕咗佢哋1億歐元嘅報價，咁但係預計咧巴塞隆拿方面都唔會咁容易放棄，會嘗試用更加高嘅價錢去簽入佢。而巴塞隆拿嘅薪酬總開支本身就已經係歐洲數一數二地高。根據 UEFA 顯示，喺2024-25球季，全歐洲咧只係得巴黎聖日耳門同埋曼城喺球員嘅總人工上花得比巴塞隆拿嘅5.1億歐元多。雖然利雲道夫斯基今個夏天嘅離開可以令到巴塞隆拿喺薪酬帳目當中清走一筆高達40萬磅周薪嘅頂級人工負擔，咁但係根據 The Athletic 所指，巴塞隆拿至今依然拖欠咗一大堆以前買人未還清嘅轉會費尾數，當中包括夏芬拿嘅4230萬歐元、奧莫嘅3370萬歐元、官迪嘅2000萬歐元、洛基嘅1720萬歐元、費蘭托利斯嘅1380萬歐元，以及利雲道夫斯基嘅1130萬歐元。呢一堆沉重嘅還款壓力係會直接蠶食咗西甲賽會允許佢哋使用嘅薪酬上限。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哋就必須要籌集資金，先可以有空間去簽古古尼亞。而要達到呢一個目的，唯一嘅辦法就係送走現有嘅後衛，首當其衝就係巴迪同埋官迪啦。根據報道所指，巴塞隆拿方面係願意聽取其他球會對於22歲左閘巴迪嘅報價，呢一樣嘢係絕對會直接影響到佢哋對於古古尼亞嘅興趣。巴迪同樣係西班牙球員，但呢位小將經常都受到傷病困擾，喺進步方面就未如預期中咁大，更加落選咗今年西班牙國家隊嘅世界盃名單。而季中外借加盟嘅簡些路，亦都喺巴迪受傷期間成功用表現打動咗費力克，站穩咗左閘正選嘅位置。預計喺今個夏天都會被巴塞買斷。咁所以就目前嘅情況嚟睇，由於巴迪同埋巴塞嘅合約仲剩翻2年，而雙方都仍然未就續約展開談判。如果巴迪拒絕續約的話，今個夏天將會係巴塞隆拿將佢賣走套現嘅最佳黃金時機。至於官迪方面，喺經歷咗一個好出色嘅24-25球季之後，巴塞隆拿喺上年就同佢續約去到2030年。咁不過去到2025-26球季，呢位法國國腳就未能夠複製翻對上一個球季嘅巔峰狀態，更加失去咗正選右閘嘅位置，令佢喺巴塞嘅前途都產生咗問號。咁不過喺呢一刻官迪同埋巴迪都好希望留喺巴塞隆拿。而巴塞隆拿方面亦都只會喺收到好理想嘅報價嗰陣，先會考慮放人。如果最後2位都留隊的話，古古尼亞加盟巴塞隆拿嘅可能性就會變得好低。再加上如果巴塞隆拿真係簽古古尼亞的話，轉會費都唔會平。相比起用大筆轉會費去簽古古尼亞，免費簽入貝拿度施華，對於現有嘅巴塞隆拿嚟講性價比係會更加高。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古古尼亞去巴塞隆拿嘅成事機會暫時都唔算好大。第2隊波亦都係3隊西甲豪門當中最有可能嘅下家，就係斯蒙尼領軍嘅馬德里體育會。馬德里體育會知道咗古古尼亞有興趣離隊之後，已經接觸咗呢位西班牙球員嘅經理人團隊。斯蒙尼已經將引入左閘列為今個轉會窗之中嘅重中之重，因為佢哋嘅常規左閘只係得翻漢斯高，而古古尼亞正係高舉佢哋收購名單嘅前列位置。而馬體會嘅新任體育總監阿曼尼已經親自帶頭展開追逐古古尼亞，並且已經同咗古古尼亞嘅經理人去對話。而最關鍵係咩呢？馬體會呢一刻係唔需要先買人後買人，因為佢哋手上有充足嘅金錢，隨時都可以立即採取實質行動。咁不過雙方對於古古尼亞身價嘅估值依然係存在咗分歧。馬體會方面就希望能夠以大約5000萬歐元，即係4300萬英鎊嘅價錢去簽入古古尼亞。咁但據講車路士嘅高層一開頭態度都非常之強硬，想要收到7000萬歐元，
亦即係6100萬英鎊嘅價錢，先願意放走古古尼亞。呢一點可能會令到馬體會方面感到卻步。對於馬體會嘅高層嚟講，用7000萬歐元嘅價錢去買一個新左閘，簡直係完全唔使諗。咁不過可能車路士嘅高層都深知呢一個價錢實在係太過高。最近都有消息指出，車路士將古古尼亞嘅標價咧降低翻去到4000萬至5000萬歐元之間。如果係咁的話，相信馬體會方面咧就會願意出手啦。而聽到呢度，大家可能都會問，雖然古古尼亞係好波，咁但係佢下個月都28歲啦，點解車路士高層一開頭仲想賣到6100萬英鎊嘅價錢呢？呢條數究竟係點樣計出嚟嘅呢？我哋首先回顧翻2022年嘅夏天，當日古古尼亞咧係以5500萬英鎊嘅基礎轉會費由白禮頓加盟車路士，計埋浮動條款，總值最高咧其實高達6200萬英鎊。所以喺商業角度嚟睇，車路士高層咧都希望可以買得翻接近當年買入嘅原價。而且最關鍵嘅係，古古尼亞嘅身價好難會再比起而家更加高啦。佢同車路士嘅合約咧仲有3年先完結，合約期咧係極之健康。呢一點令到車路士喺談判上面依然手握住最強嘅定價權，絕對有本錢咧去索取一筆巨額轉會費。二嚟，古古尼亞今個夏天咧再一次成功入選西班牙國家隊。正如佢喺2024年歐洲國家杯奪冠時所展示嘅頂級新手一樣，古古尼亞咧而家喺國家隊入面絕對係一個核心成員。呢一個國家隊主力嘅光環，亦都令到車路士可以加重咗佢嘅身價談判籌碼。車路士高層認為，如果古古尼亞喺嚟緊嘅2026年世界杯入面再次幫助西班牙奪得好成績，甚至踢出高水平表現的話，到時車路士能夠索取到嘅轉會費，絕對係會比起最新嘅4000至5000萬歐元更加高。而我自己都覺得，將古古尼亞叫價5000萬歐元嘅價錢咧，其實都絕對唔過分，甚至乎咧佢仲值貴少少。畢竟而家球壇嘅好左閘難求，有佢呢一種能力嘅左閘加盟的話，絕對可以提升到球隊嘅即時戰力。咁所以車路士喺呢個轉會窗雖然唔介意賣人，但球會咧其實並冇主動咁兜售古古尼亞，同時佢亦都唔係陣中嘅非賣品。咁所以只要有買家能夠滿足到車路士嘅股價，球會咧就絕對唔會阻攔古古尼亞離開。咁但係如果開價唔啱呢？車路士呢一刻咧，其實一啲都唔心急，高層可以睇到定，等到世界盃完結之後，先至再作最後決定。而除咗馬體會之外，皇家馬德里咧都盛傳希望簽入古古尼亞。皇家馬德里喺今個夏天咧，同樣係物色新左閘，對古古尼亞都顯示出一定嘅興趣。咁但係目前咧仍然未清楚銀河艦隊會唔會採取具體行動，亦都未知道佢哋有冇足夠嘅財政空間去處理呢一筆交易。根據消息所指，皇馬已經同摩連奴簽咗3年合約。而喺皇馬同埋摩連奴嘅談判入面，雙方都詳細咁制定咗今個夏天多個位置嘅補強目標，當中後防線更加係重中之重。摩連奴明確表示咗，希望球隊能夠提供到1名副選右閘，1名能夠同23歲嘅小將卡利華斯競爭嘅新左閘，1名具備統治力嘅中堅，以及1名創造型中場。咁即係換言之，摩連奴成為咗皇馬教練之後，佢係會希望有一位有質素嘅左閘加盟。而皇馬喺左閘呢一個位置嘅實力咧，又真係比較疲弱。除咗卡利華斯之外，後備嘅法蘭加西亞質素都比較一般，上季都只喺西甲錄得過10次正選上陣，發揮唔到好大嘅作用。而法國球員費朗文迪更加因為長期受到傷病影響，上季只係喺西甲上陣過5次，更加喺今個夏天萌生咗提早退役嘅念頭。咁所以如果皇馬真係想喺嚟緊一季終止4大皆空嘅情況的話，收購左閘都係有一定嘅需要。而宏觀現今球壇入面，實力強勁而且有機會離開自己球會嘅左閘其實都唔多。作為西班牙人嘅古古尼亞係絕對符合摩連奴嘅選擇，而且古古尼亞奸奸地嘅性格，識得游走球證執法尺度嘅踢法，都真係幾啱摩連奴口味。咁不過對於皇家馬德里嚟講，更加迫切嘅係佢哋今個夏天首要目標都係解決咗阿拿巴自由身離隊，同埋米列杜奧嘅傷病問題等等先。佢哋可能都會希望用更加多嘅價錢去集中簽一個世界級中堅翻嚟。佢哋目前已經免簽咗離開咗利物浦嘅岡拿迪，以及用2160萬英鎊嘅價錢啟動解約金簽入荷蘭右閘鄧費斯，兩種轉會都屬於極高性價比嘅操作。咁所以皇馬會唔會願意喺賣左閘嘅位置上使4000至5000萬歐元，先係促成呢一單轉會嘅最大問題。同埋都要睇下古古尼亞嘅意願，始終佢作為巴塞隆拿嘅青訓產品，願唔願意加盟皇家馬德里都係未知之數。咁正當大家都以為只係得3間西甲豪門對古古尼亞有興趣，但我哋千祈唔好計漏咗英超球會曼城，即將上任成為曼城主教練嘅馬利斯卡，之前喺車路士同古古尼亞都有非常之緊密嘅合作，而且睇翻之前嘅訪問同埋片段都見到兩個人之間嘅關係係非常之好。而佢喺馬利斯卡執教嘅第一個球季，更加交出咗7個入球同埋4個助攻嘅華麗數據，
解放咗自己作為進攻後衛嘅特質。喺馬利斯卡嘅戰術底下，古古尼亞完美適應到點樣作為一位現代化嘅內收閘位角色。佢喺控球在腳嗰陣，佢可以收入去作為一個三人中堅偏左嘅角色，亦都可以收入中間位置壓上前場進攻，再插入 half space 位置出波或者進行起腳。呢啲特質都係馬利斯卡上任之後古古尼亞不斷進步嘅地方。相反，大家都見到今年馬利斯卡離開咗車路士之後，古古尼亞嘅整體表現都受到影響，全季只係錄得咗1個入球，喺進攻嘅發揮都受到限制。咁所以古古尼亞係絕對有理由想跟隨翻自己嘅恩師馬利斯卡。咁不過大家都知道，曼城嘅英格蘭小將奧華尼今年嘅表現係相當之出色，甚至乎可以話係曼城隊內表現得最好嘅其中一位。假設佢來季繼續踢左閘嘅位置，並唔係原本自己中場位置的話，古古尼亞去到曼城之後都需要同奧華尼去競爭正選席位，確保唔到能夠成為必然正選。咁但我自己個人依然相信馬利斯卡絕對有機會喺夏天出手。首先，曼城未來一季都繼續需要4線作戰，簽多一位即食嘅左閘翻嚟去同奧華尼競爭，絕對唔係一件令人驚訝嘅事，甚至乎可以令到兩位繼續進步。考慮到奧華尼今年更加有機會喺英格蘭嘅正選左閘，賽事咁頻密嘅情況底下，嚟緊曼城都需要多一位球員去輪換，減輕翻球員嘅受傷風險。其次，雖然曼城有艾治洛希作為左閘嘅後備，咁但呢位球員嘅踢法就比較直接，控球在腳嘅意識暫時都未算好強。佢啱啱一季喺曼城方面得到嘅機會都唔多，喺英超更加只係錄得咗12次正選。要知道馬利斯卡不嬲都好講求球員嘅全面性，對於選用球員方面都好嚴格。曾經效力過車路士嘅連拿度域加，當年亦都被馬利斯卡棄用過。艾治洛希屬於攻強守弱嘅球員，呢種類型嘅球員馬利斯卡未必會啱用，分分鐘喺今個轉會窗都有機會離開曼城。同埋唔好忘記，古古尼亞喺加盟車路士之前原本都好有機會加盟曼城，而且馬利斯卡都中意帶自己嘅舊部去新球會，就例如係前年將迪斯佩利荷爾由李斯特城帶過去車路士一樣。咁所以綜合咁多個原因，我相信曼城係繼馬體會之後，最有能力同埋機會出4000萬至5000萬歐元嘅轉會費去收購古古尼亞。呢一筆轉會費對於佢哋嚟講都造成唔到太大嘅負擔。咁我哋就放長雙眼睇下呢件事會點樣發展落去啦。而去到最尾一部分，可能大家都會問一個問題：點解車路士唔介意放走主力古古尼亞呢？首先當然就因為錢嘅原因啦。古古尼亞現時周薪都有16萬鎊，係車路士隊中嘅高薪一族。趁住佢喺28歲黃金期呢一個巔峰度高位套現，既可以大幅減輕到球會嘅薪酬開支，又可以賺取到一筆巨額現金。根據 The Athletic 嘅透露，車路士方面原本都認為2027年夏天先係決定同古古尼亞續約或者分道揚鑣嘅最佳理想時間點。咁但係高層計過條數，去到2027年先買的話，古古尼亞到時得翻2年合約，賣得出嘅價錢就唔會好似今年咁高。而且更加致命嘅係，到時候就會係沙比亞朗素為車路士重建嘅第1年，嗰時先將主力古古尼亞賣走，對於球會嘅戰術傷害絕對係會大過今年。而在於沙比亞朗素嘅立場嚟講，雖然佢係極之欣賞古古尼亞嘅戰術智慧，咁但係作為一位領隊，沙比亞朗素嘅治綱理念都好清晰。佢寧願喺啱啱執教嘅時候，麾下嘅全部都係100% 全心全意投入，個心留喺史丹福橋嘅球員，都好過陣中有啲主力希望喺嚟緊1年度離開。而雖然車路士而家一直都俾人批評緊，喺更衣室入面缺乏咗領袖同埋具備性格嘅球員，古古尼亞係少數地2樣特質都有。作為 Blue Coat 時代少有嘅成功收購，古古尼亞如果真係離隊的話，作為車路士球迷都必定會好掛住佢嘅熱血同埋拼勁。咁但係如果古古尼亞真係決心想走的話，在於球會角度，趁佢仲有價有市，今個夏天將佢高位套現，或者先係對於球會同埋球員嚟講係一個最好嘅做法。而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就係，如果古古尼亞離開的話，車路士係咪需要買翻一個新嘅左閘呢？我自己嘅睇法係，其實未必需要。之前都有強調過，車路士喺冇咗歐洲賽嘅情況底下，唔需要好似以往幾季咁有咁多球員喺隊中。一周一賽之下，球員絕對有條件可以喺每個星期度都上陣。對於輪換嘅要求就冇咁大。雖然我哋係失去咗一個實力好高嘅左閘，咁但係唔好忘記我哋陣中仲有客圖。上年球會買佢翻嚟嗰陣，就係等緊佢喺車路士度不斷成長，將來可以接替到我哋呢一個左閘嘅位置。呢位20歲嘅荷蘭後防喺季尾顯示出驚人嘅成長能力，成功順利入選世界盃大軍名單。佢同樣係好擅長踢控球在腳嘅戰術，而且有能力升任後場多個位置，符合沙比亞朗素戰術多變嘅打法。而隨住嚟緊一季有翻高維復出，
相信沙比亞朗素都會將客圖放返去左閘嘅位置。如果沙比亞朗素有能力將呢位荷蘭年輕球員扶正成為常規正選的話，當中嘅損失其實未必會好似想象中咁大，仲可以正式將上年買客圖嘅3500萬英鎊變得物超所值。相反，雖然有消息傳過沙比亞朗素都有興趣將基馬道帶過嚟車路士，呢位現年30歲嘅利華古遜左閘係沙比亞朗素執教德甲時候嘅核心。喺利華古遜2024年奪得聯賽同埋德國杯冠軍嘅球季入面，佢都扮演咗一個極之重要嘅角色。如果沙比亞朗素真係想複製翻利華古遜嘅3-4-2-1陣式的話，簽入基馬道就更加合理，因為佢可以升任到左翼衛嘅角色，有好強嘅助攻能力。而佢同利華古遜嘅合約都只係去到2027年。假設車路士喺呢個夏天真係想向佢招手的話，簽入佢嘅可能性其實真係唔細。雖然呢位球員嘅能力係真係唔錯，亦都擁有即時嘅戰力，合乎高層今個轉會窗嘅目標。但係如果簽咗佢翻嚟的話，就會壓縮咗客圖嘅上陣時間。在於我嘅立場，我覺得如果球會有充足嘅轉會預算，而基馬道嘅價錢亦都唔貴的話，係可以買翻嚟同客圖競爭正選位置。因為有競爭底下都可以令到呢位荷蘭球員進步。咁但係如果轉會費係唔平的話，我就會寧願球會將買到古古尼亞嘅嗰筆轉會費留翻喺收購其他位置上面，做出一啲更加高性價比嘅收購。咁所以暫時購買左閘對於球隊嚟講都唔係一件最重要嘅事。而去到最後，我自己都想喺度講少少對於古古尼亞嘅感想。我本人都絕對係非常之中意古古尼亞，尤其是佢喺馬里斯卡帶領底下嗰種穩定性同埋全面嘅表現，都令到我非常之欣賞。咁不過考慮到佢為車路士都效力咗4個球季，作為一個處於職業生涯黃金時期嘅球員，我絕對可以理解佢想離開車路士尋找新挑戰。畢竟車路士呢幾年都實在太過動盪不定，呢一點都係古古尼亞想離開車路士嘅主要原因。而呢一個都可能係佢最後一次機會可以為歐聯級別嘅豪門球隊效力。作為國家隊正選嘅佢，亦都更加容易可以吸引到豪門去簽入佢。咁所以佢喺世界盃之前宣布對於離隊開綠燈，呢一點係絕對可以明白嘅。作為車路士球迷，都會祝福佢喺未來能夠一切順利，同時亦都希望如果佢真係離開的話，都幫球會賺翻一筆可觀嘅轉會費，畫上一個完美嘅句號。咁今集就同大家講咗咁多先。你哋又認為古古尼亞喺今個夏天會唔會離開車路士呢？如果佢真係離開的話，對於球隊嘅戰力有幾大影響呢？你哋覺得需唔需要買翻一個新嘅左閘翻嚟呢？歡迎喺留言區度留言，我都會希望繼續同大家交流一下。如果中意我呢條片的話，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讚好我嘅影片，同埋 share 俾啲 friend 一齊聽下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